舉嘅成績，話取得3席係預期之內，而整體選舉結果反映選民開始支持較為獨立、敢言嘅候選人。何婉儀再報導。新民黨8個人出戰立法會選舉，攞到3席，係原本議席嘅一半。主席葉劉淑儀話，同今次只係派1人出戰選委會有關，又話對接棒參選港島西嘅陳家珮攞到3萬票勝出感到滿意。嗱，你多咗工聯會，因為上次等寂寞到夜深，夜已漸荒涼，夜已漸昏暗，莫道你在選擇人，人亦能選擇你，公平，原沒半點牽心。慢慢向着心裏滲，何必抱怨？曾令醉心是誰人？自願吻別心上人，糊塗換來一生淚印。